一季讲社会化，一群好朋友家庭亲近韩式世界的农村生态。10年前，富阳山山脚下的社区居民成立了富阳山万里冲积山平原生态人文发展协会，用自然农法来生产无受到污染的米。因为唔撒药的，伊能休嘅一群阿伯，专门食田荒的复苏路，体能天数改多。不过10年前人做嘅下，唔单止不人收，伊能生产的米阿伯甚至无人爱用。不过一路以来坚持做错嘅事情，喺10年过后已经侵占了北上嘅水田生态。伊能形容嚟做到嘅有多多乜嘅困难呢？看下来看。有一次就是下雨天之前，我们那个场域的那个修鬼狗啊，就是那个青蛙，老青蛙忽然在叫，结果就有一个老农民从他们家的后门就冲过来，他就跟我讲说：“我已经多少年没有听过那个老修鬼狗在叫啊，你们竟然把老修鬼狗找回来了。”蜻蜓啦，野个老叶都拢不见了，人家天天的搁转来，怪蛤蟆大家都转来，人都感觉一欢喜，安尼天有法度搁留本，安尼子子孙孙，应该比留一道财产本期较好安尼。最喺某天打走咗店入門口，阿子為出門做事的。踩來踩去，規圈地天度來來去去，逐步安然似彩嘅天然景色。呢位係苗栗鳳山山山腳下嘅一座社區天然。10年前，地方居民先鋒發現，其制度嘅天造生態已經唔健睇的，快是為老基遷到進來，所以成立的萬里衝積山平壤生態人文發展協會。差唔多在個30-40年來因為化學肥料RC冰水泥進駐以後整個生態都完全都冇翻到去。大家一個玩笑話講，無人過來潛多咗來好無？大家條好朋友都講，好啊，安怎潛啊？不過運用嘅種咯，2-3年過後，佢就發現社區冇產業基礎，冇法度長長久久，所以想解除來賣米好啦。不過萬事起頭難，我個運用嘅改變種嘅方式，讓我做出特色，消費者都認為佢哋都唔對。天然的水神賣少啦，1-2千公斤天天但是1-2千公斤，家下嘅時空背景都搶講1-2萬公斤供應個條米愛用嘅銷售都很大嘅難題都出嚟啦。今日是人炒冷氣生產嘅李慶忠，接下歷史中最不過後。落選做社區工作，跳蛤蟆、鋪貨同米都自家做，米賣唔出去，甚至還搭配煙葉發圖，煙葉一台，送米一台。天然做家下有樣本社區嘅啲阿叔、阿叔妹、阿伯嘅啲本嘅啲超講嘅啲昂嘅咁有可能做得成功，家嗌。社會嘅成員都想講做都錯嘅啦，都一路做下來。為到實現環境正義，堅持做錯嘅事情，做唔得容弄咗，所以佢就請來2種好事路嘅合鴨，實體農民都唔犯路嘅附屬路。阿伯行地天橋度，未順曬老草丟太地，鴨屎就變做最天然嘅配。人親頭下咩上講，可能到遐工作都會。無的死落去也都不用壓不落去啊，但是看到效果無好，等到我不用壓的時節，無的本附收入是強強的。原來房仲司機當初繞，去了2年過後，佢到第10天前2張年，先求一批阿伯，求到15件，老太阿伯不用到天度，是太太路過後過10天。
沙冷主本是阿伯上冲，一来是世界复苏路，二来咪唔会老容嘅丢时，喊做啲渔夫插草生起来。伊安尼进行水不无味，阳光都无法度种入去。因咧种植的萌芽一定要有阳光，太部分要阳光，吼。因安尼是一叫抑制其一度种植的萌芽，吼。一度各款咧粗的，其都唔好去产起来。许多牛话牛食材快乐嘅，伫两张模糊样嘅环境生活，上下伫水分升高，田内都伫天生红了。是阿伯变做沙器推土自然农法嘅最大故事，咪系老农民提出最到位。因为俩区阿伯改变了农村嘅耕作文化，老大自然扶贫求生，咪天天嘅侵占空间嘅土地。佢哋講，俩係一種幸福時代生產，係看得到生命，看得到生態，就做配入生機研頭嘅招攬。不過，當年兩棟嘅報告，除為咗四批阿伯，600-700隻嘅量運用嘅解決，變做幾條難為一隻麻煩嘅問題。如果一開始嘅時間，阿伯望人愛，半鬆半賣啦。咕咕鴨最合鴨，蘇士拿 cheese 鋪盤攤，為咗解決困境，佢哋開發嚟當到鴨肉撈米嘅料理，就係希望做得增加銷量。其實剛開始那個鴨子跟米真的不曉得說客源在哪裡啦，然後後來就是其實剛開始是做便當，先讓人家吃說，哎，這個米飯真的很好吃。那為什麼要去研發這樣的菜色？是因為我們現在有很多來場域參訪，那我們希望說，他來參訪的時候是吃到在地的那個食味，就是他在那個食材是在地的，然後他吃到了之後，他會有那個衝動要在這裡消費。我到泰約嘅到約個T5年、T6年，吼。開始有個餐廳來問來買，哦，過後將鴨嘅將就發圖我講，安尼一順利買脱，唔是可以拜託人來買鴨嘅。如此中輪嘅鴨肉，改變一般對鴨肉泡泡糟糟嘅印象。兩下嘅條老推白過嘅春湯固挺配合，一般民眾愛買，為啲半年前先做本當小偷。雖然係賣到唔難賣，不過佢條三毛上個為家鄉地位。因咧個台灣生態池吼，有法度個夾同夾鴨絲花體咧，都喺青島都200-300隻嘅。哦，那超過去嘅規個不發啦，個鴨池嘅不發，哦，啊整個環境會被破壞掉。哦，你做唔到味道，夾青島嘅錢吼，啊破壞個環境。所以來到鴨料就完全唔會臭，除係因為就兩幾隻生態清水池。鴨絲分解料都變白料嘛，蛋白啦、磷白啊豆，現將種到嘅較強壯嘅水草嘅，就去吸收，吼，啊佢啊有種草嘅落去，佢個變成乜嘢？小魚小蝦，更多的微生物都要嗰邊生長，吼，按利用這個機制，把人家水吼慢慢的乾淨。人家净水池、铁池哈，人做一層哦，亮米青哈啊，中岸層的意思都係講，人種嘅呢浮水性嘅水生植物哈，人利用嘅那布袋蓮吼，夾緊一層，或者差唔多2尺長，吼，佢要同人水方嘅泥沙停止哈淨化。今天嘅水沒有先經過生態區淨化。因為人家的生態池裡面很多的生物，水了嘅有毒有問題，佢都會反映本人，吼，啊，個體咧都會安全。萬里2000lan高嘅水天，就下22條萬里專業水路灌溉，下浮ram山生態沙區，為在台灣海界用水國頭。面頭前發熱熱天橋，就起就下係十股寥寥嘅好巴帶。條邊個地都係全部都冇沙坡啊！吼，啊都干啊，都有河壩，是大網行人溝都上嚟吼。
种植就拢无方便啊，全部杀不了的。系啊，都太杀久啊，因为日本时代都杀不了后，嗰度较有钱的人有钱人都来神抢啊，神抢啊，被开发咗，开发了后其实全部都冒人开田咗出来了。伫某基海改改张烟台，走下容烟工开田，老祖公秋天起菜，用杀菇结天孙，虽系帮妹走下容不无奈，生活卖出无奈好生孙。为到侵占成人世界嘅天纵生态，佢到今天重新嘅杀波。用石头结构有一道孔，那生物都用得到个咩生活，本深度的生物期产生一个食物链。要在生物期都会平衡，良性的循环天天的来，那病虫害减少了，根本不需要使用农药。不过用有机来做，奶就很简单，产量少唔高，用嘅向农民加入係一個大問題。所以佢到提議採用必須加工唔上嘅價值來讓農民受教，讓農民他會認為說他是一個很有尊嚴的在生產這樣的一個農產品，而不是說他是被剝削的，所以他對農業他沒有失去信心。做有機為大量研究，為到解決人力唔來問題，協會宣傳嚟到研創業方案，6年內提供嚟採提30個中國的成立促進創業機會，讓農民聽管理天。下農民老天委託本協會咪地片統治集中管理，把阿波個上個清晰，咪確保難擺米嘅品質。現在農民都會說，我們把它管理得很好，所以他們早晚會回來他們這塊土地。然後上次我們有問過他，我說你們現在看到你們這塊土地，心裡的感覺是如何？他說，心情非常的好。10年前這個講小嘅話。佢哋自己侵佔成人世界嘅農村環境老幾日。10年前只有福壽螺，10年後差唔多40-50年前水田地部嘅生物生態差唔多傾倒咗有70%、80%。對我們來講的話，我們只不過是一個責任。那如果我們現在不把我小時候的環境抓出來，那我的後代子孫怎麼有可能去看到？所以我們會去投入，但是我們沒有想到我們會去找到老農民的記憶，是讓他們那麼懷念的。記錄行內10年辛苦經營，協會一直都提經驗贊助2000，雖然利潤都少，不過還係回饋到社區，包含農民養殖為主。配料不錯，老賣實皮料料，下老倆為鄉為土嘅讓兄弟，對倆隻中心天天的傳出去。有一個資深的農民他是我們裡面的農民。有一天人家就笑他啦，他說：我看你這樣子做，沒來探5家啦，你還是回到我們以前做鹹婚的啦，鹹婚的就是慣行的啦。結果我的農民跟他講說：不要去做那個鹹婚的啦，我今晚這樣做。我感覺我跟以前做鹹婚的袂較歹，但是上無我即馬甲我這塊土地照顧甲有魚有蝦，迄規個我看了心肝活爽嘞。那時候我聽了就覺得說，是每個人他都對這個土地很關懷。總係等到冇睇咧，賺啲好食。10年前嘅夢想，兩下總算實現。恢復生態最優先，種有機是係順勢。協會這6年來都做到兩個中心原則，回歸自然，記得唔單強侵佔豐富生態，心肝是貼地，咪侵佔最真實嘅自家。